一定要食預製菜。你喜歡吃豬腳醬嗎？我從小到大都喜歡吃，所以今天呢，奧小確定他試做一次給我吃，所以我們分頭行動。他去買豬腳跟薑，我去買醋，我一定選這一家。紅雞蛋、豬腳薑、八汁甜醋分外香。哇！一進門就聞到我最喜歡的味道，有得免費試吃。執輸行頭啊，炒我敗家，試咗先。呢樣嘢識食呢，一定要食預製菜。現在這個秋冬的時間，喝一點薑醋，整個身體會暖洋洋，這個豬皮就非常好。腍而不爛呢，這個豬腳已經被那個糖醋呢滲透，所以裡面很甜，醋的酸味，也有一些香料的味。這個蛋它的皮呢很有咬口，鬆化。香港的朋友現在呢都喜歡買一些香醋卷。聽說呢謝霆鋒出生的時候，他媽媽拉姑也是找巴珍幫他包這豬腳醬送給親戚朋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，他們就發明這薑醋卷。所以現在你們來這裡可以買這個薑醋卷，買俾親戚朋友。來薑醋曲奇都試食，手指曲奇好鬆化啊，唔係仲手水一流。嚟送俾你。哇，薑醋雪糕都有啊，不單雪糕，啤酒都有啊。八珍甜醋，連阿姐都欣賞嘅，我更加欣賞啦。味道好。八珍甜醋分